咪啊，係咪？其實係由你喺出邊望喺呢個城市度個天啦、個山啦、個地啦，同埋個海咧個比例咧所構成，就好似人嘅樣生出嚟，有咁樣嘅骨幹，有咁樣嘅樣，呢個就係你。你加個面具落去，你換咩衫，嗰個都係你。而呢一個大會堂嗰個設計同埋成個組群咧，佢係回應咗咧成個山勢自然嘅。點解中座矮嘅唔擺喺中間？由中間呢個位置一路去到中間，再入到去禮堂咧，其實都要好簡單呢個設計，就係既然佢係一個整體嘅時候，你擺翻晒喺中間咯，呢個就係咁簡單嘅設計。咁下一張，而另外呢個都自己廣場咧，睇嚟知係一相同嘅佈局嚟㗎。咁再下一張唔該。我提一提呢一個頭先城市論壇唔知大家有冇喺度啦？大家會發現咧好多咧物流學會嘅人啊、測量師學會嘅人啊、工程界社畜會嘅人啊，就嚟到咧就幫林鄭月娥咧就講説話喎，好奇怪咯！點解啊？我哋而家講一個咩嘅問題啊？我哋講緊呢個保育嘅問題啊嘛，講呢個歷史嘅問題，講呢個價值嘅問題。你揾咁多測量師同我計幾多億，係咪有啲唔對題咧？所以我哋而家翻嚟啦，我哋而家講價值係政府好唔識講嘅價值。陳景輝、黃浩然、陳家苑3位嘅絕食人士，本來我係同你哋一齊絕食嘅，因為我冇你哋咁勇敢，所以我退咗落嚟。亦都係因為我要喺呢度代你哋去講一個故事。咩嘅故事呢？我先要用1分鐘時間話俾大家聽，大家而家坐喺呢度嘅地方，喺政府嘅新海濱規劃裏面會變成點樣？首先碼頭被拆，跟住一條40米嘅 P2 路將會興建，跟住喺 P2 路嘅外面會有商場，成個愛丁堡廣場將會消失，天星碼頭會消失，郵政總局會消失，停車場會消失。我想講個故事，就係呢啲地方嘅消失係代表住乜嘢嘅消失，乜嘢嘅歷史嘅消失，邊一段嘅歷史嘅消失。請大家睇有幾張嘅圖片。第一個圖片係一個人，得啦唔使啦，大家睇到啦，66年4月4號，一個男人叫蘇守忠。嗰陣時天星碼頭要加價，動業社因儲咗4萬個簽名都喐唔到政府，跟住有一個人叫蘇守忠，好勇敢出咗嚟抗議絕食，好似陳景輝佢哋咁樣。呢一個人見證住香港公民社會嘅開始，見證住香港市民，即係你同我，第一次行出嚟對政府嘅做法說不，勇敢咁行出嚟。對政府嘅做法說不，跟住1970年嗰陣時，英文係淨係唯一嘅法定語言，中文係地底嚟，一班大學生出嚟喺邊度啊？喺皇后碼頭對開呢一個愛丁堡廣場，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1971年。保衛釣魚台運動，除咗保衛釣魚台之外，亦都係因為當時暴動之後有公安惡法出現咗，令到香港市民嘅集會自由被大大咁去擠壓，所以一班年青人，又係年青人啊，大學生出嚟示威喺邊度啊？又係嗰個位喎，大家見唔見到皇后碼頭喺邊啊？喺相裏面㗎。我想講一個咩故事呢？就係咧香港歷史咧，大家咧以為淨係得一個㗎咋，淨係得小漁村建金融中心呢個歷史。我哋嘅下一代咧以為咧，我哋真係以前打魚，跟住而家就買股票，
以為淨係得兩種人咁樣嘅喎。我哋呢個地方冇人會同我哋講學校裏面啊，冇人教我哋呢一段嘅歷史。由66年開始，到而家，到舊年嘅天星碼頭同埋而家呢一段嘅歷史，呢段係咩歷史呢？就係香港市民企出嚟勇敢地對一啲唔妥嘅事情説不嘅歷史，對我哋下一代係幾咁重要。如果我哋下一代唔知道呢一段嘅歷史，會發生咩事啊？就係佢哋唔識得再去面對一個擠壓佢哋嘅政府啦。佢哋以為咧做順民咧就係好開心、好 happy 啦。我提一提大家而家有法定勞工假期，大肚婆有生產假，都係呢一段嘅歷史俾大家嘅。我講多兩句。陳景輝佢哋之所以要絕食，佢哋話要為下一代守衛此地嘅意思係乜嘢呢？嘅意思就係我哋要為香港重新寫一個歷史啊！我哋要為香港寫一個唔係由小漁村變咗紅中心咁簡單嘅歷史啊！我哋要講一個我哋香港人其實會企起嚟爭取我哋嘅自由、人權、民主嘅歷史。講得好！好似咩呢？好似乜嘢呢？美國華盛頓總統，美國嘅首都華盛頓有一個華盛頓紀念碑，呢個就係1963年黑人爭取民權嘅一個大示威。1963年，美國有冇一個總統夠膽話要拆咗呢一個華盛頓紀念碑同埋前面呢個空地啊？有冇人夠膽啊？唔會，點解啊？因為佢係一個民主嘅社會，因為每一個總統其實都係喺呢種抗爭裏面出嚟嘅人，所以佢知道能夠容許人民講説話，能夠容許人民抗爭重要性。但係香港政府呢，肆意地消滅我哋累積咗40年嘅公民抗命嘅歷史，俾翻個咩我哋？俾翻大商場我哋，俾翻解放軍碼頭我哋，俾翻一個冇雷公嗰邊個海濱我哋，呢啲係我哋想要嘅咩？我講唔到咁多啊，但係我有好多故事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但係我有一個重點，我一定要企翻喺呢度再講我嘅故事。我唔可以喺一條公路上面講頭先我所講嘅故事，我唔可以喺個商場裏面講我頭先嘅故事。我一定要企翻喺皇后碼頭，企翻喺愛丁堡廣場，企翻喺天星碼頭，我先至識講香港人爭取